观众朋友，今日过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係阿明姑劉浩明。其實夜站嘅幾多人會跳舞吼，譬如講salsa啦吼，你今日講嘅主題係有氧嘅舞蹈。那有氧嘅跳舞呢，其實對幾多人來講，也係一個健身嘅一個幾好嘅方法。但是今日小嘅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有氧嘅舞蹈嘅欣賞。唔單是這個係對跳街舞出身嘅，但是最特別嘅講，伊睇現存啊吼，但係一團，我哋講為家鄉來有白歌社或前世我哋咧不老嘅強存嘅一個團體吼，去跳入嘅天然嘅三太子同時，嘛跳到國際上有名。咁一方面咯，嘛係一個對業養居有興趣嘅一個業養師嘛，同一度為我哋現存嘅狀態，一直記錄下來。我哋馬上翻嚟今日來賓，我哋佢特別嘅來賓，我哋黃鳳鵬來到我現場。阿鵬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係阿鵬，我來自高雄。阿鵬，你咪一開始嘅時節，想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講，你這個係用嚟出身哈，然後你這個同客家有乜嘅關係？因為我媽媽是屏東的客家人，然後我爸爸很遠，金門的。哦，金門。對，然後我爸爸他其實是一個早期是他在做油漆買賣的，然後因為他們喜歡國標舞，所以後來他們就轉型，然後開始在練舞，現在也當成一個國標舞的老師。我家裡也是開舞蹈教室。然後我記得我小時候啊，只要我爸媽他們想要練舞，都要到台北，就會把我跟我弟弟丟到屏東。我記得第一天到屏東的時候，哇！那個我的阿婆就說阿鵬，我說我都是在叫誰？然後我媽媽就說在叫你呀、啊。哦，我就跑過去，除了阿婆會叫我吃飯，吃飽沒，其他的我會聽不懂。然後我舅舅就會說阿婆要叫你做什麼做什麼。對啊，到後來自己也喜歡舞蹈，因為從小看爸爸媽媽跳舞，然後也會跟着這樣亂扭，所以到高中也是讀了中華藝校，對。你講來話，唔止係跳舞嘅世家呢，哈，跳舞的一個世家。佢哋你講唔辦些時候看到爸爸媽媽哈跳，我哋講其實個國際嘅標準舞嘛，哈，國際標準舞哈。然後因為跳舞，因為我只有去台北。咁其實現在平常是很耐喏。平常住在高雄，然後就是自己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舞蹈教室，所以你一起床，你看到就是一個很寬敞的教室跟一面鏡子，所以當我那時候在國中的時候，就會看着影片，然後就會對着鏡子用模仿的方式。然後為什麼會讀中華藝校呢？就是覺得說好像跳舞，然後選舞蹈班，不用讀書，其實不對，進去學科、術科都要顧，那也自己真的是喜歡，所以到後來也是保送到北藝大這樣子。那個時候你去念北藝大的時候，你是就是專攻你自己的家學淵源的國標，還是說那個時候你有跳其他的一種不同的舞種？當然進到學校端的時候，你必須學的是芭蕾、民族、現代舞功。對，其實那時候還有一個很尷尬，我也很排斥，就是當你學芭蕾跳現代的時候，都要穿一種叫 Sapoda 的一個很像很貼身的。第一次穿的時候還穿反了，就是很有趣。可到後來會覺得是說，看到不同的世界，原來舞蹈分了那麼多，不只是我小時候看到的國標舞，那當時也有很多流行的音樂元素啦，然後電視，所以會去模仿，然後開始喜歡跳街舞。對啊，所以其實學校是很禁止我跳街舞的，但是有趣的是，只要招生就會說來，黃鵬你去招生去表演，對啊，還蠻有趣的。這為什麼學校禁止不大鼓勵你跳街舞啊？你學院派的學校其實他是希望你走比較正規的。所以說，對於學院派的人來說，就對老師來說的話，街舞還不算是一個很正統的啦。但是它就是大家可能是接受度最高的哈。所以說招生的時候還是要你出馬，對不對？對對。可是問題是，頭一開始的時候，你有講到講，你係啲有氧舞蹈嘅欣賞啊。那後來會對街舞又轉變成有氧舞蹈。其實我在退伍之後，我有開一陣子飲料店。可是那時候開飲料店，我發現自己的脾氣變得不是那麼好。然後心裡還是有一個想要回到舞蹈這條路上。那當時覺得說，我好像可以走教學，就開始去研究、去學習。看到這個有氧舞蹈很有趣，因為包括
有氧舞蹈里面也有所谓的，他们把街舞的元素融入在里面。但是你要去教一个舞不容易，我就想说，我就去考一个体适能的证照，对，然后就开始在各的健身房啊、舞蹈教室啊，开始课还蛮多的，对，然后变成是说，好玩，然后又可以从体适能的证照里面学到，真的是可以帮助到自己跟帮助到学生的一些健康的知识，这样。嘿，无错啦，因为像我哋讲有氧舞蹈嘅部分吼，迄其实应该几种人，可能以爱做训练、重量训练以外，可能会做一些有氧舞蹈。有氧舞蹈对几种人来讲嘅话，伊可能对自家嘅种心肺功能嘛会调试嘅好。但是要相信，看到人家吼，那观众朋友可能有每一点问题。你讲啊，跟头头有讲，推你还有开饮料店，饮料店还有跳有氧舞蹈，啊，你爸爸妈妈的那个国标呢？你为什么没有想接？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应该在问这个问题，国标的，你不是从小都看到大吗？我小时候啊，要是要出去玩的时候，我的妈妈就会要求我来教室走基本功，走基本步，我就给你10块钱。对，那我说我要走2圈，我就有20块。可其实到后来你学到所谓的正统舞蹈、街舞，看到更多的不一样的舞蹈的时候，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然后当然是不会排斥，只是说知道自己想要走的并不是国标这条路。当然我觉得一个融合的概念，就是到后来你在进入到社区去做教学的时候，就会把以前爸妈跳舞的那种国标的感觉，都会完完全全的所有的舞风都会融入到自己的编舞方式里面。可是双头都跟阿片讲的，可是伊开始在搞有氧舞蹈时，伊把以前学过的，唔但是在街舞啦，伊爸爸妈妈搞嘢讲国际的舞蹈啦，伊这种朴素全部加风，变成也要有氧舞蹈，我伊的贵体配的部分。但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你在一般的健身房都已经有那么好的一个说课程啊，为什么反而跑到社区里面去？因为照理说社区其实课程是有一搭没一搭的。会走进社区，其实也要从我的团长严永仁老师来，因为他开始带我开始要走入社区的时候，我第一天坐他吉普车上，他就说，因为他们都叫我端端，他说端端你有什么梦想吗？因为你那么会跳舞。我说我要站上大舞台，我要帮很多艺人演出，确实都有，但团长就笑出来。那他只讲一句话：你有没有想要当一个有故事的人？当时那么年轻的我，其实不懂，完全不懂什么叫有故事的人。直到在2015年前的时候，他说：“端端走，我们去恒春跨年晚会去表演。”然后之后带着我的舞团，然后跟老师合作，然后也帮老师编很多歌，然后就开始在舞台上跳。奇怪，怎么底下的阿公阿嬷，哇，他们真的懂我在跳街舞吗？他们真的懂我在跳什么吗？但是为什么他是看到你的时候，你有吃饱不？你有没有吃饱？你跨年晚会这么冷，你穿这样会不会冷？会觉得怎么跟都市的不一样？然后到隔年的时候，老师说，端端你要不要去恒春教课？我说，哇，好远。那时候我没有开车，对，我骑摩托车骑了2个月，对。可是我为什么会留下来？因为恒春它是一个会黏人的地方，恒春的人他是会照顾你，愿意在那边跟他们在一起的人。所以到现在第15、16年了，我没有放弃过，而且我开坏了3台车，对。然后阿公阿嬷，然后真的把你当作自己的小孩在看待，哪怕我爸爸也当天使了，但是我觉得我很多爸爸，我很多阿公阿嬷，对，所以这是我会坚持想要做这件事情，哪怕我现在已经42岁、43岁，我可能可以做10年、做20年，只要我还有力气，我想要陪伴。对，那个时候对于乡下的那种感情是从小就培养起来吗？还是说是真的是因为这些长者对你的关心，让你觉得说，值得在恒春继续待下去？团长带我走进乡下，甚至庙口的第一场音乐会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人认识打鼓乱歌团，那时候团长就说：“来，你去找一个面具。”我就戴着面具说：“我们先去挨家拜访。”然后走到第一家的时候，那个阿妈就出来说：“哎呦，吓死人了！”然后团长就会跟他讲说：“我们晚上7点在哪个庙口有办一个音乐会。”然后好，然后再每一家这样走。音乐会一开始的时候，哇，街舞团开始乒乒乓乓，阿妈就会说：“啊，今天在冲哈，你们在做什么？我们看不懂。”那到后来团长他的歌开始演唱的时候，我看见阿嬷，甚至他们会赶快找邻居赶快来坐下来听。我开始认真听团长的歌，开始认真听团长的歌词要讲什么。到后来，我会发现，哇，团长在做一种，就像老师刚一开始在讲的，我写那个计划，团长是用音乐在做一个社造的概念，他用音乐把人扣在一起，他用音乐去讲台湾的好。他音乐去让阿嬷听到说，我那边唱，让你不会讨厌的歌。我们用音乐、用歌词记录台湾农民这边他们的一个最棒的一个地方，这样。故事也万岁喺高雄台阿片，但是120也要团长带伊去恒春，以后加过一路留喺恒春，但是伊嘛带动也在为恒春老人家挑起国际的舞台。下一段节目，我同讲一件事情，休息下我哋马上过来。翻过来，福起来嘅，上个节目我哋来自高雄嘅王芳平阿平同人讲，伊当初我做乜对跳街舞，变到去我哋恒春，去教我哋呢睇二啥跳我哋有氧嘅舞蹈。我想请问一下哈，因为其实对于有氧舞蹈来说，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人都很适合嘛。但是有时我哋的斯坦人、养鸡狗他也，他们的肢体可能都不是那么的灵活。那你要教他，其实。我们说律动有一点快的有氧舞蹈，那当初你在教设计的课程的时候，有考虑到他们的体能啊，或者是做什么样的改变吗？这么说好了，就是当然有氧它有一定的规则，跟它所需要的心肺势能，没有错。对，然后包括要核心的训练。可是这种东西其实到了社区的时候，为什么社区也会一直找我？因为它有一个感情在。那包括你不能那么执着，是说。阿嬷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所以阿嬷也会愿意让你来当她的老师。我阿嬷会说啊，你凭什么来教我们？但是阿嬷看到我说啊，端端你来了，端端你来了，他们就很开心。他们每个礼拜都会期待我到现场去教他们。那当然，面对长辈的时候，很多的动作必须非常的注意。那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在教一个社区的时候，教他们创意打击。它是结合有氧动作，但是呢，你会发现，哇，这个阿嬷少一只手，这个阿嬷不会讲话，这个阿嬷少一只眼睛，这个阿嬷少一只脚，怎么办？那我当然我已经可能比较常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是说，他们有动就有算，而且很多老师到达恒春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讲说，其实要让自己先变成恒春人。你要到恒春教课，那你也知道，你也要知道恒春的洋葱1斤卖多少，对啊。当他们把你当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其实你在教学上反而更轻松。当然在选歌，当然在设计动作上，你必须一直做一个调整，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板路套路这样子。所以阿嬷，我印象深刻，阿嬷那个少一只手的时候，她都是用另外一只手夹着乐器这样摇，然后她又不会讲话哦，可她看到我的时候，她就会过来抱我一下，这是我最大的动力。对，哪怕她课费可能不如我从高雄这样每个礼拜跑下去，可是我很坚持要教他们，所以到后来他们也很开心，也有一个成果可以跳。对。
因为对嗰度先生来讲的话，因哋可能已经面对讲快习惯讲，他跟人呢，水准他们都共下，哈，大家的一个动作都很一致，好，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在都市里面看到学生，好，可能体适能方面都很一致，好，所以说我们可以跳进阶再进阶。可是问题是我们回到社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社区的现状啊。我们有很多的长者，他真的是体能不行。不要说他体能不行，他其实有很多长者，其实可能早期的时候受过工伤，好，工作的时候受伤了，他就不是那么的方便。那可是很奇怪的就是说，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些老人变成一个不老千岁青春坛，还带他们去跳电音三太子啊？他其实也是一个乐龄的课程。那其实我接到这样的课程的时候，我发现，哇，都是70、80岁的阿公阿嬷要扛一个将近15公斤的电音三太子的一个道具，那头脑里面就会思考说，第一个我音乐要放慢，第二个我教学放慢，第三个我语言要跟他们相通。所以我这群阿嬷他们是讲台语的，所以我开始就会用台语方式，那当然是会有反向的教学也好，甚至自己很有耐心的陪他们练习。但是我会借由他们从小可能自己的村落都有所谓的庙会的这些，他们那些记忆，要是你从这些记忆里面跟他们的感情再拉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的教学它并不是动作已经是我的辅具道具了，我觉得重点是沟通，然后你愿意把心跟人放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的课最棒的是，我觉得是有一个疗愈的感觉，他懂你在讲什么，我懂阿嬷在讲什么。阿嬷他们其实要你陪伴，要你聆听他在讲什么。其实我课很常在聊天，他们真的会变成一个很棒的舞者吗？没有。所以我也常常在讲，只要你会走路、会踏步，就会跳舞。慢一点比较快，这是我一个给自己一个教学的理念。这样。可是问题是你把他的这样的记忆换回来之后，让他在学习的时候有比较快速，或者是说他们比较快速的去融入在这样的舞蹈里面吗？有，但是我想要补充就是说，我也想要努力，因为这样的课程，我想要翻转长辈对于现在庙会的一个比较不好的印象，会觉得我的小孩子都去跟庙会，没有，那孩子愿意去跟庙会，他们要是愿意去了解台湾庙会的这些美啊，这些文化，可以支持。所以当他们开始接触到的时候，我甚至跟他们讲三太子的故事，然后让他们自己真的是扛，哇，那怎么这么重？怎么这么重？哇，好辛苦哦！可是他们愿意说，老师我们要背，我们表演，甚至我们表演的时候跟阿公阿嬷你们不要背好不好？因为真的太重了。他说老师我们要背着，我们要跳，我们要感受我们小时候从小看到大的这些记忆，到底背着三太子的神偶是什么感受？在里面我自己也有参加过电音三太子的比赛，我团员在前一个晚上跑来敲我的门说，老师我想要放弃可不可以？我说我们坚持一下好不好？当天比赛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是吃止痛药上场的，对。而且我记得团是没有电音三太子的神偶，我们是全台湾四处借来5种不同的尺寸、不同的重量。所以当那时候我开始背上三太子的时候，当然我会帮三太子去调整它的重心，适合舞者或适合一般民众，他背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前倾后倒不好控制，然后要做很多保护。所以有这些经验的时候，我在面对长者的时候，我会格外的小心，甚至帮他们做好很棒的一个保护措施，脚啊、护膝啊，然后平常不只是背，你还要接受一些核心的训练，让自己的肌肉有能力可以控制，才不会说在表演的时候会受伤。那当长辈完成一场演出的时候，他们其实是非常开心的，那个开心的那个比他们给我多少课费，我觉得是更有价值。对，我相信对于长辈来说，其实他是完成了一个他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去完成的一个梦想。当然是因为有老师的一个协助，因为其实对各种人来讲的话，伊可能一生人都看到朋友去把牙的东西去弄，但是这个没机会去弄。听人都讲，有的人我以为讲，就斯坦尼可能年纪过太也好，伊唔会同阿问下面东西。那有关于很多的长者，他们可能的小孩可能会认为就是说他们的爸爸妈妈要去做那么危险的事情吗？那个时候会不会有家人持那种怀疑的态度？会，所以他们的家人其实也会到现场来看说，
哇，他们学习的环境也好啦，然后是怎样去学习这样的太子的舞步。那当然他们一定会担心长辈要背这么重的一个道具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欢迎他们的自己的家人来学习。对，所以我在做分解动作也好，我在讲解也好，其实你会感受到是我在关心，我比你还关心阿公阿嬷的身体状态，甚至我会用取代道具，当然是后来他们全部都要背三太子上去。对，所以说你也是一步一步的，同时去考量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大人他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危险的事情，所以说你可能会用一些替代道具，先去让他们练习，让他们开始习惯之后，才去真正背上这个真正的一个三太子。那问题是，当他们训练完之后上台会紧张吗？哇，他们上台不紧张就算了，他们还不想脱下来啊。就是不紧张，他们想要很期待上去。对，而且那舞台其实很小，所以会担心说会有落差、高低差的问题。当然是他们完全克服，然后到后来拍照，然后合照，然后会一直那种怎么讲发酵，然后他们一直在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也穿过，回去可以跟自己的小孩说，我冇钱柜，我也有穿过电影三太子。有没有提供？其实你这个嘛，对影像，好，对摄影这部分其实是很有一个心得。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拍下这样的纪录片？当初会想要拍纪录片，是我想要记录我自己的团长，我自己的乐团打狗乱歌团。然后后来，因为我们的演出的舞台都是在乡下，都是在庙口，对，那很多画面都是自己有感受到。那常常老师会讲说，打狗乱歌团的音乐，它其实就像老鹰的眼睛，它可以带着很多人去看到你可能这一辈子不会到的地方。所以我在恒春教学校的时候，我都给孩子讲很多故事，从歌词里面，因为我会发现恒春它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可是那边的孩子的状况，那包括有靠山的、靠海的孩子都不一样。但他们可以借由聆听、借由歌唱、借由学习，看到外面的世界，甚至他们愿意回到自己的母语去做努力。那问题是，记录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你觉得它最大的意义可能是什么？记录的就是我在拍打狗乱歌团，然后看到那么多照顾我们的人，然后也看到社区。哇！我第1年拍社区，第2年拍社区的时候少了一个阿公，第3年拍社区的时候，有些长者的智慧没有办法记录到，这是我会觉得很可惜的地方。所以我原本是在外面我自己去找题材拍，后来在恒春说我就在恒春了，我为什么不要好好的记录恒春？所以阿嬷阿公他们也看到我有在拍这样的纪录片。甚至看到我拿着摄影机进入社区的时候，有个叫安徽阿嬷的，他说：“端端，你今天要来拍哦？”对啊，他马上跑回去。我说：“怎么跑回去？”他要回去化妆，他回去把自己用的打理得好，然后好好的一个状态下来让我拍。甚至在拍他们唱民谣的时候，他们用最真的方式，他们不用演。恒春的民谣它是最原汁原味的，他不用演说我现在怎样。它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方式，所以在前2年疫情大爆发的时候，那时候阿公阿嬷他们的生活就是拿一把乐琴，唱着民谣，然后可以大家一起这样子很开心。可是当那时候什么活动都停止的时候，我看到阿公阿嬷越来越憔悴，然后刚好有个机会，爱丁堡艺穗节问我可不可以打狗乱歌团再去演出，我说我不要，我要带阿嬷。因为它是用线上展演，所以说等于是说这些阿嬷她有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可是对幾多年嘅眼光來看咧，嗰種人嘅沙記碟看到全部咧嗰老嘅啲人體嘅係，但是其實對於我哋嘅阿片嘅角度來講嘅話，所有嘅沙記碟旅遊以這個佢通言嘅部分，休息下我等下我哋買嗰度嗰幾個故事。
欢迎过来福起来，上节目我哋来自高雄嘅王凤平，阿平同人讲，伊当初很用嘅去带我哋乡村嘅庄稼去跳一个天然嘅三太子，最尾咪带出去表演哦。睇上一台節目嘅時候，已經有講到講，迄個牛巴也要我哋呢鄉村嘅莊稼，和伊哋電影三太子團帶出去到我哋愛丁堡嘅藝術節，但是佢係一定樣嘅情形哦，它是個怎樣的一個情形？在疫情期間，其實阿嬤都停止可以演出，可以練習。那我其實也很擔心阿嬤會不會因為這樣子就放棄了，或是越來越憔悴。我剛好得到一個機會，可以在線上展演。然後說端端你要不要來帶打鼓龍歌團來拍一個影片，然後線上可以演出。我說我不要，我要帶恆春的阿嬤。就1個禮拜時間，我打電話跟恆春的阿嬤們講說，咱來演出1禮拜，應該說你自己提出來哈，在家裡把民謠唱好，練習好，我就幫你們拍攝。其實那對阿嬤來講打了一個很棒的一個強心針，他們看到了一個哇，我好像又可以練習，我又可以演出了。它是一個在那個當下，其實甚至是整個恆春半島都可以整個看到這樣的很棒的事情，不會覺得說啊，這個疫情來了，整個人都憔悴，我不能生活了，我不能怎樣了。沒有，我們可以更努力，我們可以相信，我們可以更好。那這樣子的演出之後的大家的一個反應是如何呢？其實到現在還在很開心，因為我除了拍攝完，然後也線上演出完，然後實體上我也辦了2場音樂會，一場在萬丹，一場在高雄的愛河，就是也邀請阿嬤到現場來，我們一起看紀錄片，然後這部紀錄片也會變成學校的一個很棒的一個教材。它其實一部紀錄片，它不只是記錄了。他雖然說記錄當下這個時期疫情發生的事情，他也記錄了阿嬤他們努力願意做這件事情，他不會被這些病毒啊不好打敗。他也翻轉了，他變成一個學校很棒的教材。你看到了孩子，他雖然戴了口罩，他雖然沒有那麼棒的舞台，沒有那麼好的收音環境，但是從他們的歌聲知道恆春人在地人在唱民謠是非常有自信的，他們很驕傲的可以唱出自己的民謠。可是有紀錄片不單止係記錄到給世界的情形，同時嘛，把那個時候大家對於對抗疫情，甚至在那種算是整個大環境非常不利的狀況之下，大家如何去利用自身的可以去使用的工具，甚至是樂器，去彼此振奮，彼此讓自己在這個疫情裡面其實帶來一種很正向的一種能量。我上次看到健康觀眾朋友可能會常常會談到一啲嘅打鼓龍歌團，歌團其實常常對我哋今日節目裡面一直重複出現。可是我都想問一下我的阿平，打鼓龍歌團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歌團？然後同時，你為什麼是個副團長？打狗它就是一個高雄的一個舊地名。那這個亂其實它不是亂七八糟的亂，它是帶一個的亂。老師希望我們跟土地談戀愛，單戀愛的意思。所以打鼓龍歌團，它給我的一個最大的感受就是，老師一直帶我們去認識台灣的好，農民、土地、文化。他用歌謠、用歌曲、用歌詞，把這些東西變成他的創作。所以我們的歌是從泥土長出來的。那打鼓龍歌團。當然我是副團長，其實我不希望當副團長，對，如果可以的話，我想繼續當藝術總監，我負責編舞，然後負責創造一個這首歌應該要有的畫面，然後也是一個在演出的時候，當下我也是一個非洲鼓手，我是打非洲鼓，然後有時候會變成一個行動雕像，一個金人，一個金阿伯，然後拿着樂琴不會動的。我常常在笑說，我也走過金曲獎，只是說我不是用我的面貌去走金曲獎。當初怎麼會加入這樣子的一個歌團呢？就從老師請我幫他編舞的時候，其實我一首歌都聽不懂。對，那雖然我自己的媽媽是客家人，其實我的母語應該是客語，可是我的台語其實是比較練鄧，比較會講。我在學校也是用台語在做教學。那老師他其實他做給我看，他就說台灣其實是一個
是从节目一开始，我都一直在讲老师，一直讲台湾，一直讲土地。这个对我们这个6年级的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感受啊。其实我没有想过我会用街舞、编舞的方式来诠释老师的歌曲。我没想到，哇，原来台湾的台语歌，台湾的自己的原创的歌，其实它有很棒的一个故事的图腾在里面。它可以借由这样的音乐，借由不同的表演方式，让全世界听到看到。就像三太子，我们老师讲说，跳好馆，跳好全世界看台湾。就是老师在做的每一个动作，在创作，真的带着我走一起走的时候，你是被感动的。这个感动让你知道说，我会继续做，我一定要做。对，所以在15年来，我在学校的教材全部是老师的音乐。譬如阿平一直讲我先生係講嘅係我哋嘅嚴永年先生吼，嚴永年先生以前喺台灣地位，我哋算是早期可以從用台灣嘅精神出發，用台灣嘅故事來做詞做曲嘅一個先生。但是佢不幸呢，以這個聽2020年是因為這個心臟嘅問題，佢屬於往個睇最好嘅一個舞台上面，但是我哋呢嚴先生嘛留下幾多作品，同時嘛得到我哋呢金曲獎。我說請問一下，因為其實你一直都在提到老師的精神，那其實老師他其實也留下了很多的作品，同時他在生前也其實也讓很多人去感受到他對這塊土地的愛。但是問題很好笑，我想問一下講。汪東而家作為的副團長，那你要怎麼樣去把打狗亂的一個算是歌團的一個精神，或者說老師的一個精神，繼續走下去嗎？還是說繼續去讓更多人去理解說台灣這塊土地的好？我現在剛講就是有教學的教材是老師的歌，那進到社區也是老師的歌，甚至我到大專院校。他們有那種老人福祉養生學系，也是請我去教他們怎麼跟長輩在一起。我還是用老師的歌，因為老師的歌他記錄了你生活說的一切，他只會講好，他不會去怎麼講，謾罵啦，講台灣啊，現在就是疫情都沒有，他全部唱好，他想把台灣唱好。對，那其實我是很感謝老師。讓我可以去感受他的音樂。對，老師常常講說啊，端端，我好像都沒有留什麼東西給你。其實我想要跟老師講是說，你留給我，在我內心很深處的地方，只是這把鑰匙有沒有去啟動它，就是我自己有沒有去努力。我相信講，其實唔單止係，然後其實對我哋嗰度聽過先生嘅歌嘅人嘛，會提供其實先生嘅歌嘛，把一對一塊土地嘅情緒把我哋影響到安到。那你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其實你不僅把老師的帶到社區，甚至帶到大專院校。我記得你們好像也到非洲去表演過，是不是？對，我們到南非的時候，其實那是一個台灣的另外一個邦交國，叫斯瓦季蘭、斯瓦蒂尼。老師寫了一首歌叫《窮哈來》。窮哈來，其實這首歌就是包含我想要問主持人說，番茄有沒有客家話是怎麼講？我們講 tomato 比較偏日本音啊。對，那老師也是去問了他的好朋友，然後他就柑仔蜜。柑仔蜜嘛，還有一種比較小的啦。柑仔蜜。那他寫這首歌其實也是想要讓柑仔蜜，然後因為它是有點酸酸甜甜的。那柑仔蜜它是變成是台灣的一個希望種子，我們把這樣希望種子帶到南非這麼遠的地方，我們教南非的孩子唱這首歌，裡面有客語，裡面有台語，有華語，我們希望南非的孩子，我們教他唱完的時候，然後也拍成影片帶回來台灣，讓台灣的孩子看看說，哎呀，你看外國的孩子他唱着我們自己的母語，我們是不是該努力來學自己媽媽的語言。今年的阿平，一個故事團談到嘅其實我感覺到冇共樣，而喺舞台俾我聽嚟，俾我哋現場，俾我聽我哋沙起地位。所以說，其實到現在為止，我們會發現到，就是說，其實即使你是屬於學院派出來的，好，其實你也看過大的場面，你也跟很多的算是歌星去伴過舞，但是你卻沒有把自己的重心留在那麼五光十色的地方。
对，你却放在一个完全没有灯光、完全没有一个关注地的一个地方去继续去耕耘你自己。你觉得你自己得到什么？我觉得我得到的是一个，我可以站上大舞台，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讲，我是台湾的孩子。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始，其实我本来想要练习一段自我介绍，可是会忘记怎么讲。那内容大概是讲说我是台湾的孩子，我也是恒春栽培大的孩子。其实台湾的孩子是需要饮水思源，要懂得感恩，所以我感谢我团长给我的一切，这一切他可能看不到，可是他可以让我很有自信的站到各个舞台上，在讲什么是台湾，然后可以很勇敢，然后很有自信的讲我在做什么，甚至他翻转我的有氧，翻转我的街舞，翻转我在做的一切，全部都跟台湾有关系。他让我知道说端端是谁，端端愿意做什么，端端可以做什么。看今日节目，我发现到讲，其实阿Pen，伊这个虽然讲係對伊的跳舞的世界出身，但是伊對一塊土地的熱情，同時伊對伊欣賞的一種懷念，變成伊睇伊的算是恆春呀，伊的個悠然的地方，伊慢慢的去付出伊的努力，同時嘛把伊部分的事情全部記錄下來。希望講，嗰種下一輩有片的人來接受也幫嘅話，也最好的事情都可以慢慢的行下去。今天感謝阿Pen來到現場跟我分享那麼多你的故事。謝謝主持人，羅蝦太感。休息一下哦，再停下接下來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的面書網站，還有到我的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